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我嚟到咧東京六本木嘅森美術館。咁今日好彩可以睇到咧嚟自澳洲嘅Vaughan Milling 嘅藝術作品。Vaughan Milling 咧就係當代藝術史裏邊最重要嘅一位當代藝術家嚟嘅。佢以雕塑為主。我哋入去睇睇，同埋介紹一下佢裏邊重要嘅作品俾大家啦。阿 Vaughan Milling 咧出生於1958年嘅澳洲嘅，咁佢爸爸媽媽應該係德國人嚟嘅，就做玩具製造商人嚟嘅，咁所以咧阿 Vaughan 咧從小咧就可以接觸到唔同嘅物料啦，咁就做唔同嘅得意嘅嘢，例如小動物啊、木偶啊、公仔啊、服裝咁樣啦，從小咧就可以接觸到唔同嘅技巧同埋物料咧去創造啊。咁佢高中之後咧，佢冇讀過一個正規嘅藝術訓練，應該係冇讀藝術學位嘅。咁但係佢反而就做咗份職業咧，就係做電視咧同埋電影咧嘅製作模型啊。咁佢曾經就喺澳洲啊、LA 啊同埋倫敦咧工作啦。咁佢之後咧就去咗倫敦咧成立咗自己嘅製作公司，專係咧接一啲廣告業嘅製作模型。咁所以咧，佢就開始咗咧用一啲纖維樹枝咧去製作一啲高度逼真嘅模型啦。咁之後咧，其實佢喺生活啊，同埋喺藝術發展咧，都係喺英國嘅。咁佢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咧，就係Although I spend a lot of time on the surface, it's the life inside I want to capture。即係個意思係，雖然我咧嘥好多時間咧喺作品表面，但係我真實想捕捉嘅咧就係內在嘅生命。所以你會見到佢嘅作品咧係唔係一嚿 figure 咯，係想表達咧人類嘅靈魂咯。咁佢咧嘅作品咧探討咧人類嘅生命週期嘅。咁佢哋會從出生啦到中年啦，直至到死亡。佢嘅作品咧可以好細件，又可以咧好巨大、好宏大嘅。咁係探索人類咧嘅生存狀態啦，同埋生理反應。所以你見到佢嘅作品啦，個肢體上啦，同埋眼神上啦，都會流露咗咧，其實個心理反射嘅。咁每次你見到佢作品咧，你都會有時會感覺到一種孤獨啦、脆弱啦，同埋與人群疏離感嘅感覺嘅。咁正正佢係想表達咧人類嘅情感啦。佢嘅作品咧屬於寫實同埋超現實嘅手法嘅。1996年呢，佢就俾一位收藏家叫 Saatchi & Saatchi 嘅畫廊嘅老闆叫做查爾斯薩奇啊，注意到啊。咁阿沙奇咧，佢就喺佢嘅外母咧嘅畫室，因為其實本身佢外母咧都係英國著名嘅藝術家嚟嘅，係有女爵士頭銜嘅。咁看到佢嘅作品，咁所以咧就阿沙奇咧呢個收藏家咧就委託佢咧做咗幾件嘅作品啦。第一件咧就係好巨大嘅嬰兒嘅雕塑啦。咁探討翻佢當時啱啱出世嘅 BB 啦，就對家庭嘅影響啦。1997年咧，佢做咗件作品咧，係比較引人注意同埋轟動同埋成名嘅開始啦，就叫做 Dead Father 死去嘅父親啊。咁就展示佢咧當時咧個父親咧死去嘅感覺，佢冇用一種英雄啊嘅形式表達佢嘅爸爸，反而用血肉嘅感覺咧表達咧爸爸憂傷之情嘅。咁佢嘅作品咧非常之細緻啦，同埋咧非常之高技巧嘅。咁佢每一個膚質咧嘅毛孔咧都可以睇到嘅，同埋咧佢咧每一條毛咧都係咧植入喺嗰個作品當中嘅。咁你而家見到咧眼前啦，有位女士瞓喺張床啦，佢個題目叫做 In Bed。咁佢其實咧想俾翻啲空間嘅觀眾咧，就可以猜想緊究竟咧，其實呢個女士諗緊啲乜嘢？大概佢係諗緊咧，可能生活嘅瑣碎事啊，或者工作上嘅事情啦。但係咧，你離遠睇呢個作品咧，佢非常之巨大嘅呢個作品嚇。但係離遠睇咧，又似一個咧 landscape 嘅作品喎，因為咧呢個女士嘅腳咧整起高起咧，就似一個山嘅形狀咁樣嘅。咁佢有時嘅作品咧非常之巨大，就好似依幅嘅作品
呢個作品一樣啦。咁其中一個作品呢，就係非常之震撼啊，叫做咧 Mass 啊。咁就咧大概有100個骷髏骨頭咧喺個空間裏邊啊。佢呢個骷髏骨頭咧代表咗生命啦嘅死亡啦，每一個人咧都會遇到呢一個死亡嘅來臨啦，人類嘅共同嘅脆弱性嘅問題嚟嘅。咁阿 Roy Mulick 咧係屬於咧 Young British Artist 咧其中之一位嘅最具影響力嘅藝術家之一，而 Young British Artist 咧嘅藝術家係影響到英國咧嘅當代藝術潮流啦，同埋影響到之後咧全世界點樣去睇當代藝術嘅。咁而家咧見到一啲短片就係咧藝術家咧 Roy Mulick 咧喺工作室咧點樣製造佢嘅藝術品啦，用玻璃纖維製造佢一啲非常之逼真精緻嘅藝術作品啦。到最後呢，咁我哋呢就想同大家講呢，呢個展覽呢非常之豐富同埋非常之好睇嘅。